剛才我哋聽嘅經文呢，無論係書信或者福音，係嚟自一本好厚嘅，我哋叫做聖經。如果我哋連續3年都固定參加彌撒呢，3年就聽晒成本聖經嘅內容，所以分甲、乙、丙年。而成本聖經裏邊亦都分2部分，所謂舊約同埋新約。舊約裏邊嚟講呢，有46書卷，然之後呢，新約有27嘅。今日我哋聽就係舊約嘅最尾個卷。但係點樣記呢個書卷呢？啲人話好難記。不過有一次咧，佢飲茶嘅時間，好中意食一個點心，叫做馬拉糕。係啦，所以今日我哋聽第一篇讀經呢，就係舊約嘅最後嘅書卷，叫做馬拉基亞，唔係馬拉糕啊，馬拉基亞先知書嘅第3章。馬拉基亞先知係生活一個非常之好艱難嘅時代。當時嘅以色列人呢，被充軍去到鄰近嘅巴比倫國，後來返自己嘅故鄉之後呢，已經好多年，佢哋相信先知宣講話將會係一個充滿住和平同埋正義嘅王國。不過事實佢哋見到嘅到處都係充滿搶劫、偷嘢、壓迫同埋暴力。因此咧，有好多理由咧，使到人失去咗對天主嘅信心，同埋對先知嘅話感到灰心。其中一啲人呢，開始公開咁表示失望。馬拉基亞先知聽到呢個抱怨之後，佢冇發嬲，佢明白到當人處喺困擾嘅環境嘅時候，呢個有個好自然嘅反應。佢明白唔需要責備民眾，反而咧需要俾佢哋安慰同埋希望。先知話呢個係真嘅，佢哋生活環境實在好惡劣，但係未到絕望嘅境界，因此需要繼續信賴上主嘅助佑同埋安排。在呢邊讀經正係呢個基礎之下，而上主決定呢要打擊惡人，使到義人能夠獲得勝利。正係準備熊熊烈火降下可怕嘅火焰，嗰啲行不義嘅人將會好似樹枝咁被焚燒。而正義嘅太陽將要升起，以自己嘅光芒去普施救恩俾義人。所謂天主嘅義路唔係其他，而係實際上係表達緊天主嘅大愛。先知用呢種嘅喺聖經當中非常之普遍嘅義人法嘅表達方式，願意表達上主正係為自己嘅子民而受苦，讓所有嘅人都能夠謹記上主嘅愛。天主親自參與實現同自己嘅子民所訂立愛嘅盟約。天主嘅勝利將要戰勝所有邪惡同埋障礙，而為人帶嚟係救恩。呢篇嘅讀經嘅信息唔係為咗令人驚，而係俾人安慰同埋希望。當馬拉基亞先知話邪惡將會被剷除嘅時候，上主嘅火焰就好似焚燒呢啲雜草一樣，要剷除嘅唔係人，而係邪惡。最近呢，好多團體幫我慶祝我73歲嘅生日，因此過呢段時間裏邊呢，我都食咗好多唔同形式嘅蛋糕，亦都收到好多嘅多樣化愛嘅祝福同埋謝卡。內容呢，好多都係表達本人喺唔同嘅情況幫助過佢哋，包括咗小 BB 啦，或者親人突然嘅去世，或者個人受到精神嘅困擾，或者家庭成員之間嘅矛盾關係等等。而藉住本人嘅陪伴同埋幫助，使到佢哋得到及時嘅安慰同埋睇到希望。呢啲嘅祝福同埋謝卡，亦都幫助我更加肯定自己嘅瀆職同埋使命。就係要同哭泣嘅人一同哭泣，同憂苦嘅人一同憂苦。而基督嘅愛能夠喚醒我哋每一個人心中嘅希望。而天主嘅大愛時時能夠俾人力量、俾人希望同埋信心。真係生命可以影響生命，生命都可以豐富生命，生命都可以成就生命。真係73年嘅生命，實在要感謝天主。能夠喺基督之內，我哋可以大家彼此陪伴，共同成長，使生命更加有方向，同埋更加有活力去履行上主交託俾我哋嘅福傳嘅使命。今日我哋聆聽嘅係路加福音第21章，係路加喺公元後85年寫嘅福音。
喺呢個時候，耶穌嘅逾越奧蹟差唔多已經過咗50多年，期間發生咗好多大事，包括咗有戰爭啦，有政治嘅變革，有災難，有耶路撒冷聖殿被摧毀，而當時嘅基督徒成為咗不公義同埋受迫害嘅犧牲者。究竟佢點樣解釋呢種悲劇嘅遭遇呢？今日嘅福音就回答呢啲問題，同埋糾正當時經師們錯誤嘅解釋。經師佢哋誤解咗耶穌呢種末世性嘅講話。依家讓我哋仔細咁去分析一下今日嘅福音。首先，一啲人喺聖殿裏邊揾耶穌，同埋邀請佢欣賞聖殿嘅華麗。聖殿喺黑落德王時代嘅時候，係由好多工人合力修建而成嘅，係非常之華麗嘅建築物。佢嘅裝飾、金碧輝煌嘅雕刻、金色嘅柱廊，佢嘅建築結構等等，係令人讚歎不已。猶太經師佢哋話：邊個冇睇見呢個耶路撒冷嘅聖殿，咁就唔等於可以話佢哋等於冇見過世界上奇蹟中最美麗嘅奇蹟。點解路加敘述呢個序曲呢？其實係為咗牧靈嘅需要。路加願意讓自己當時嘅團體反對嗰啲將夢想同埋現實混淆嘅人。路加邀請自己嘅基督徒團體反思這一件事係需要操心嘅，就為咗新世界同埋天國嘅來臨，佢哋應該具體要做啲乜嘢？喺耶穌時代有種比較流行嘅思想，就話世界已經充滿住腐敗，喺不久嘅將來，另一個由天主所創造嘅新世界將會取代舊嘅世界。喺呢個新舊世界交替期間，人將會所發生嘅巨大事件係感到驚嘅。呢一種末世嘅語言同埋圖像，好值得我哋留意。耶穌用呢一種嘅語言，想話俾自己嘅門徒知道，依家我哋正係處喺呢個新同埋舊世界交替嘅時期，係充滿矛盾嘅，但亦都係一個喜悅同埋希望嘅時期。最後呢，耶穌引用喺佢哋當時有一個好流行嘅表達一句説話：你哋嘅頭髮一條都唔會失去。耶穌冇答應保護跟隨佢嘅人，免去一切生活中嘅不幸同埋災難。受迫害嘅基督徒唔好指望獲得奇蹟性嘅拯救，佢哋或者會失去一啲財富、工作、名聲，或者會因為福音嘅緣故，甚至失去生命。但係雖然間表面上係有好多嘅矛盾同埋衝突嘅地方，但係天主嘅國係將會繼續前進嘅。嗰啲為咗基督而犧牲自己嘅人，或者唔能夠睇到佢哋所播下嘅種子結出果實，但佢哋應該肯定嘅就係佢哋播下嘅種子將會因耶穌基督而會結出豐盛嘅果實。呢個世界或者唔認識佢哋犧牲嘅價值，佢哋或者會被呢個世界忘記咗，但係天主一定會記得佢哋。天主嘅審判係公正嘅。喺義人復活嘅時候，佢哋嘅賞報一定會豐厚嘅。講翻呢，最近一位生日呢，可以話係我哋人生已經度過咗73年頭，而我哋瀆職已經有46年嘅期間。喺慶祝生日星期一正日嘅時間呢，我都去咗上水聖保祿靜修院參加教區安排嘅聖職人員嘅週年嘅退省。而今年嘅主題就係話耶穌嘅門徒。喺呢幾日裏邊，我都作多次嘅反省到喺堂區嘅牧民當中，除咗努力咁準備好同埋主持所有禮儀之外，其中我首要嘅牧民工作就培養教友同埋培養慕道者，使到佢哋有堅強嘅信德同埋具體嘅愛德行動。而大家一齊努力咁做耶穌嘅門徒，但係實際上生活係有矛盾嘅。有時喺籌備同埋推動過程當中，往往係有無形嘅阻力或者壓力，使人失去信心同埋團結嘅。因此，作為牧者嘅我，要時保持住冷靜，留意聖神嘅風同埋聲音，
以共議同行嘅精神去按部就班咁去推行。過程當中仍然要不斷咁反省，不斷去改善，不斷祈禱，務使堂區所有嘅成員能夠藉住聖神嘅帶領，喺基督之內，各人更加走向天主。喺聖言光照同埋聖神嘅推動底下，使到堂區成員更加有信德，更加團結，更加有希望，更加有活力，做更多有創意嘅福傳工作。今日嘅聖經俾我哋兩個嘅好消息。第一，天主嘅義怒實際上係表達出佢嘅大愛，天主親自咁參與實現自己同子民所訂立嘅盟約。天主嘅信息往往唔係為咗令到我哋驚，反而係俾我哋希望同埋呢個安慰。天主火焰要剷除嘅唔係人，而係邪惡。第二個好消息就係話，耶穌冇答應跟隨佢嘅人呢，免去生活上嘅一啲困難。可以話，雖然間我哋為咗基督緣故特別好多在長者過去為咗家人呢，為咗社會好多嘅犧牲，或者佢未必好多人能夠了解明白，但我哋肯定嘅，天主會親自藉住佢哋嘅奉獻，得到上主嘅收納，同埋會賜俾佢哋有更大嘅祝福。回應今日嘅讀經，讓我哋謹記，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係有矛盾嘅，係有無奈嘅，有時行善當中都有無形嘅壓力，但我哋要堅守福音嘅信念，堅持到底，繼續為復活基督作見證人，並且日常生活當中完全信賴天主聖神嘅帶領，讓我哋時都謹記，當能夠心中有主，就由他作主。就願天主永受讚美。